影落咁多相，有人話相片都有感情，我都想了解多啲自己啊！聽講最近好興一種叫做相片療法嚟做心理輔導嘅喎，究竟係咩嚟嘅呢？ Hello Phyllis。Hello 婷婷。咁我想問下咧，其實相片療法咧，究竟係一種咩治療手法咧？相片療法咧，其實都係我哋嘅藝術治療嘅一種啦。其實我哋嘅技術咧係嚟自於以色列嘅。咁透過一啲相片去啟發自己嘅想像，然後講出一啲心底話感受啦，能夠幫助到我哋咧係認識自己啦，更加了解我哋一啲唔認識嘅前路啦，點樣去發展啊，無論人生啊、工作等等等。最重要當中咧會加入一啲嘅音樂療愈咧，令我哋舒緩咗壓力咁。咁呢一種治療法咧，有冇話治療啲咩問題咧？好多時候咧，我哋嘅參加者咧有幾個狀況啦。第一咧就係家庭問題啦，係最多嘅，可能同伴侶啦，或者同小朋友啦。因為呢個訓練咧，好多時候咧，俾我哋講到一啲平時好難啟齒嘅説話，就可以透過呢個訓練咧去表達出嚟。都放鬆自己咁樣去表達翻自己真我嘅性格咁樣。冇錯冇錯。另外咧，我都想問下 Bridget 啦，咁其實咧都加入咗呢個頌缽療愈嘅喎，咁其實點解咧？因為咧，其實咧頭先 Felix 都講到啊，都市人咧其實面臨好多唔同嘅壓力嘅，咁我哋會配合翻頌缽嘅一啲聲音啦、震頻啦，去讓佢哋嘅腦電波啦得以放鬆，咁可以咧喺呢一個時間短暫嘅，可以有個休息嘅時間俾佢哋。明白晒，咁聽你哋咁講咧，搞到我都心喐喐想試下。相片療法第一步會由頌缽治療開始。嚟緊嘅時間咧，都會邀請大家咧，可以喺我哋呢一個 centerpiece 嗰度咧，去揀選或者去抽一張卡咧，去代表我哋自己今日想探索嘅事情喎。我揀咗呢一張，因為我見到小朋友，咁因為我自己都中意啲即係色彩又色彩好繽紛啦，又中意綠色啊、紅色咁樣配搭啊，再加上佢笑容啊，咁所以我就揀咗呢一張。非常之好，會唔會就好似呢張相片咁？哇！好似呢個小朋友咁開心，點樣帶住一個好開心嘅心情啦？好似頭先所講，去迎接我哋將來嘅未來咧。係啊，因為我自己都好中意睇到啲開心嘅嘢。抽相嘅過程其實係俾大家一個調整想法，然後分享表達自己嘅時刻。喺分享過程，大家會互動、交換相片，用唔同角度分享自己嘅故事、人生課題，建立互相關係。非常之好啊！再一次感謝大家咧參與今日嘅課堂啦。喺頭先嘅過程裏邊咧，見到大家咧就有好多啟發啦，好多感動畫面啦。相信咧透過呢個相片療法咧，都啟發咗好多，幫助好多我哋自己。我哋咧再一次俾掌聲，我哋隔離嘅朋友，好嘛？多謝大家參與。療程嘅最後會有頌缽治療，完成整個療程。咁我啱啱咧做完呢個體驗之後咧，其實我覺得係好特別啦，因為喺過程入面其實係睇一張相，跟住就會令你嘅腦不停諗好多以前過往經歷。但係我覺得最重要一樣嘢就係，其實我本身個人比較被動咧，變咗喺咁短嘅時間，可能有時要同啲陌生人去講一啲自我經歷咧，其實相反咧就會提高咗自信心，再加上咧人際溝通個關係咧，我諗應該都會有啲幫助嘅。咁所以我覺得呢個療愈係好好啦，再加埋佢有頌缽嘅時候咧，嗰一刻個腦係會stop 咗，即係停咗、平靜咗。咁其實我覺得都市人係需要呢一方面嘅治療，包括我在內。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好嘅體驗。